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喺呢個唱呢個歌之前呢，同我分享自己同呢個歌嘅經歷係見證神嘅全知全能。咁係舊年嘅時候呢，我參加細胞小組咁朱牧師嗰時呢就要求大家講出自己嘅恩賜，咁同個恩賜嚟呢個侍奉神。咁當時自己呢就冇咩準備任何侍奉嘅恩賜。咁記得嗰日呢，朱牧師啱啱印好個詩歌集，咁第一次唱嘅歌呢就係歡欣。詩歌嘅次序呢係用歌名字數排列嘅，歡欣係2個字，咁後邊嗰一頁呢，當然係第3個字呢，就叫主若是。咁一件睇好平常嘅事但係喺我心裏邊呢，就唔係好平常，我心裏邊呢，就起到好大嘅震撼。主若是係我中學信主之後喺教會第一次拉嘅歌，自己心裏邊諗 CBC 唔會知道我識會拉搖嘅，更加唔可能知道我第一次拉搖嘅歌係主若是。咁當時咧自己真係呆咗咁樣咁心裏邊就講啦，冇可能嘅，係巧合嘅啫。咁另一個聲音就係講話係呢個神嘅默示，要用呢個拉搖嘅恩賜。咁自己心裏邊掙扎咗2晚，到第3日嘅時候咧，都係忍唔住啦。咁啊打電話俾牧者，咁朱牧師嗰時咧就鼓勵我，佢話：神託付我哋嘅恩賜咧，就唔好埋沒啦。其實咧，我真係我就埋沒咗，收藏咗個樂器咧，就好多年冇用過，我諗住都唔會用嘅咁係即係30年啦咁我哋全能嘅神，我哋以往所做嘅一切，佢全部都知道。我哋嘅心思意念，佢全部都知道。就好似我第一次拉搖嘅歌名，我自己都唔記得咗，但係神都知道全知嘅神我有時循着敬畏你嘅心，願呢首歌主若是代表我哋嘅心聲，讚美全能全知嘅神。